為咗就火警調查工作提供技術同埋後勤支援，消防處特別設立火警調查專隊，為消防員提供火警調查嘅專門訓練。我哋火警調查嘅策略咧係由外而內嘅，意味住咧我哋要從煙同埋熱咧影響最少嘅地方開始調查，然後逐步向影響最深嘅地方咧逐步推進嘅。咁樣嘅方法咧係可以協助我哋啦，避免喺調查過程中遺留一啲重要嘅證據，令到我哋咧可以更準確咁揾到起火嘅原因。咁你哋火警調查啦，去到現場其實最困難嘅地方係喺邊度啊？嗱，其實一般嘅火警啦，其實都唔太難揾到個起火嘅原因嘅。我哋會由現場嘅主觀去進行調查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係一啲較為大型嘅火警啦，例如係3級火或者以上嘅大型火警咧，咁就需要出動我哋火警調查專隊去現場協助啦。咁我借你手上呢個儀器係啲咩嚟嘅咧？係咪喺現場都可以幫到手㗎？係啊，嗱，呢一部咧係一部立體嘅掃描器嚟嘅，佢最主要嘅用途咧係協助我哋喺現場咧重塑火警成個現場嘅，因為重塑咗現場咧係有助我哋揾出起火嘅位置啦，同埋起火嘅成因嘅。嗱，除咗佢之外咧，我哋都有火警調查犬去現場協助我哋調查㗎。所以話咧，火警調查咧真係唔簡單啊！